那我从回收队开始做起，看到我们原台南市南区的那个回收厂，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所以在99年的时候，我们办公室那边刚好是之前的局长，然后有在想说要来做一个 DIY 的课程，然后就开始就去想说我要怎么去推这个工作，所以我去找11个老师，每一个月办一场的那个 DIY 的课程，就是用回收的东西，然后再做成一个作品。那个时候其实都很抢手，那也没有说民众那边来的当报名，你一定要拿回收物来跟我来上这一堂课。所以我们的这个 DIY 的课程一直到现在，目前甚至于说已经有公司工厂都来跟我们 touch， 这都是我们民众一般没人要变的物件啊，那个用啊变个这样好用的，而且很抢手。那也看到现在大家对旧的物品，然后一直的做秋起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是对的。去年有收到一件那个像药柜，就古早时候的药柜。然后它有90几个抽屉，回收来的时候真的破烂不堪。可是呢，又觉得很可惜，因为毕竟它的材质都是块木，所以我们修缮完也卖得蛮好的价钱也算蛮高。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全台湾最美的公署要重新跟大家见面喽！这里就是台南的藏经阁2馆哦。移民署搬迁后，台南市环保局用心做修缮，成为二手台式老物家具展示的场域哦。众多独一无二的二手老物家具都藏在藏经阁里哦。不少独立小店家都来寻宝，甚至连北部的民众都来买哦。还有众多手作小物等你来带回家。喜欢台式家具老物、手作商品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哦。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就他台南大学体育系万庭宇，主要是今年全运会花式滑轮溜冰的银牌，嘛曾经摕下阿根廷举办的世界杯铜牌。目前伫做赢国际训练中心积极准备亚运，要为国家摕下上悬荣耀。嘛因为是阿兰区的主题，适合透过议员黄丽娇推荐，由议长曲丽丽亲自接见。肯定伊一路行来奋战的精神，已经是台湾之光。嘛代表议会致敬奖励金加满满祝福来挑战亚运的目标。在台湾的体育选手都是非常的辛苦，从小的训练，包括经费，包括教练的这个指导，那么一直要到他出名，事实上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那陈宇呢，他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说，他的兴趣努力，那致力于这个花式滑冰这一块，真的是不简单。那我们希望一点小小的温暖，能够让他出去比赛的时候，带着我们国人，尤其是台南市议会57席议员的祝福，能够满满的爱给他，让他得到非常好的成绩。为了议长加议会鼓励，何庭宇相当感动，回想过去受伤想要放弃，今嘛有机会进军亚运冠榜，一定是全力以赴。个人自己在外面训练的话，就是不管是环境还是资源，其实都是对选手来讲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挑战，然后要去完成。然后多亏有所训，就是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的这个资源，然后可以让我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然后也可以可能会写下台湾不一样的历史，就是对于花式滑冰这一项有不一样的历史也不一定。对，然后就是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滑轮溜冰，然后关注这项运动。会中一路陪伴训练成长的父亲万志贤嘛陪同出席，相当骄傲。希望政府重视国手的资源，让因无后顾之忧。当然希望我们国家为这个体育选手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环境包括说教练，甚至是国外的异地训练有更好的机制，能让这个一些选手
去得到外面更多的养分，更多的经验这样子。本时嘛真介意看溜冰的区议长面对体育自细汉在今年努力，嘛感慨政府毋是出名才来重视，希望台南持续针对花式溜冰项目投入资源来发展。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明年全国运动会将伫台南登场，市府团队以办喜事的心情来筹办。不过，议员陈义鼎伫体育局的工作报告，除了关心选手优质的训练环境，嘛以嘉义、桃园、中华等县市为例，因为因当初办全运会，拢是互选手的奖金加倍提高，所以要求市府嘛好好思考，互选手上实质有效的鼓励。不管是奖励的金额，或者是培训的照顾，其实我们相较于其他县市，我们都觉得稍微已经是矮人一截了哈。那奖金的部分，今年好不容易我们这个全运会，终于在我们台南来举办哦。那我想奖金是对选手最实质有效的感受跟鼓励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哈，我今天听到局长说应该不会增加了哈，我觉得是蛮失望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距离10月份还有一段时间哈，希望局长还是针对奖金的部分要去增加，这给选手，而且不是金牌，也是每一个奖项、每一个夺牌项目都要去增加，给我们选手最实质夺牌的一个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我们虽然奖金仅次于桃园呢，跟台北市、新北市其实都一样，但不过呢，我们从其他的训练的过程中的资源，其实远远超过这个奖金呢。在训练过程中给他好的资源、好的这个补助，那才是比较重要了。其实奖金都还是其次。那未来呢，等到他拿的成绩了以后，我们每一个月都有编他的训练会给他。这个是等于说2年了，未来2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会中贸议员对内赞谢积极争取选手的奖金，强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另外嘛，因为这摆全会包括射击、自由车等这项目，咱无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只当刷到其他县市来办，嘛凸显台南自有专业场馆的不足。另外嘛，要求市府趁机会来思考资源分配。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台南市体育处新加体育局以后，各界拢相当期待体育专才局长陈良乾会当伫运动产业、运动比赛甲全民运动等重点发挥上大效果。适合伫议会体育局的工作报告当中，议员陈黄宇徛伫台南上代表性的棒球为例，局内建议选手的培训深化国际交流，得将日本、韩国职棒的春训基地引进来台南。除了运动交流、城市体育外交，更是难得的经济效益。对此，局长嘛相当认同。那不管是日本职棒、韩国职棒，以前都去我们的冲绳去训练转训，那现在都大部分到我们的台湾，因为天候、气候的原因。那在国际交流，我觉得不应该只有单纯的比赛。那其实看到我们韩国职棒来台湾，它其实整个财团在运营的时候，一整个我们的集训的话，大部分完了之后会花大概2000多万的台币，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我们不只是运动的交流，也可以带动我们的台南的经济的效益。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的体育局能不能够把日本职棒、韩国职棒这几个球团又要来台南，让我们台南的体育运动有提升，我们的经济成效也发展出来。在新盖这个亚太棒球营运中心的时候，也是针对亚洲太平洋这些国家，像韩国、日本，他们的棒球都很强，然后也很喜欢到我们台南来。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跟这些城市的球队然后做一个交流。那到我们台南来，在我们台南消费，无形中对我们台南的经济效益也会有增长。那对我们的代表队、各级的代表队都会有帮助，因为大家互相训练彼此之间的优缺点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这个是我们未来规划棒球更多的这个互访。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把外面的邀请进来，把我们的选手送出去，然后这样的交流。面对112年全运会伫台南，局长表示，包括国际标准的溜冰场、甲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新棒球场，
今年隆重落成，嘛成功争取14位单项比赛场馆，总共1亿7千万，用上佳优质的环境来迎接全运会。台南新闻阮志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南区再兴里活动中心，伫民国69年完工到现在，使用超过40档。南区区公所自民国109年办理建物的出品甲产品，伫去年底开了700多万，完成耐震补强的工程。虽然补强以后外表硬体新颖，不过议员林美燕也是接到当地里长甲里民反映，表示内面侪软体设备还阁需要来改善。因此，上午邀集公所甲民政局来会勘，希望软硬体改善会用得一概到位。这个建筑物已经是民国69年来到这边40几年的建物了。那这段时间，我们也真的有看到我们南区区公所区长的用心啊！在这一年里有做一个耐震补强，还有结构的一个就是勘察哈。那在这几年也花了580几万的经费在做这个结构补强跟拉皮啦。那外观看起来真的漂亮多了，就如同一个新的建物啦。但是呢，我们把门一打开，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软体，包括里面的设施哈，事实上相当的严重不堪使用啊。要解决2件事情，一件是地下室的积水，一件是现阶段的一些设施如果不能使用的话，我们要及时去赶快修缮啊，赶快把这个门打开，让我们在新的里面能够就在这边做一个活动，而且能够使用，我想才能尽到物尽其用的这个功能才对啦。上午包括民政局长江林煌、主任秘书、加南区的区长肖秀华嘛拢到场，伫个里长甲里民的带领一一来会勘，包括地下室的排水沟泄漏、厕所的无障碍设施改善、舞台的布幕、LED 灯，总经费大约还阁需要70几万。局长嘛回应，一定会来改善。场地非常的 OK 了哈，所以这个针对这个在内部稍微有点更新，还有那个修缮的部分呢，虽然以前的规格跟包括那个残障厕所类似像这种部分啊，都以前的规格，但是现在因为是规格已经不一样了，市民朋友也需求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地方的需求，然后我们做个修缮，然后让市民朋友有个很宽敞的活动中心来做一个联谊啊。而这个场地呢，跟大马路也是很近，而且非常的宽敞。现在要建一个活动中心，像类似像这样的活动中心哦，可能要花费可能要上亿啦，那刚好有这个地方呢，我们用一点钱来修缮之后，给市民朋友来使用，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非常的支持。局长强调，市长自就任以来，为了提供市民优质的休闲空间，倾力基赞关心活动中心的相关软硬体建设，除了针对固有的来补强，目前伫南区还有文南、大拿加明德里的活动中心，嘛正规划兴建中。相关的经费，民政局嘛会来全力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港建庄200档的开幕大戏，台港5万将伫咧5月6号、7号2港登场。市府第3日特别举办活动宣传记者会，黄伟特表示，幸运会当见证到台港建庄200档的现在回首过去，咱爱感谢先人辛苦的开垦，也因此市府用心规划了一系列建庄200档的文化活动，要来回顾历史，同时嘛展望未来。伫即个大的演出甲大的展览中间有足济，咱有27阵，拢有一个演出，共同来庆祝台港200，所以我想伫遮非常感谢咱文化部对咱的帮助，也感谢咱地方国庄头27庄，大家共同为咱地方的即个200档的即个艺术的点，共同来向咱全台南市、向全台湾，甚至向外国的朋友来展现咱200人来的一个
这个议题哦。嘛真感谢咱西班牙的这个驻台代表处哦，提供伫因的博物馆里面海事地图，领管西班牙201当前来台湾的时阵，伊所有的这个台港的地图，这拢是非常这个宝贵的历史的一个记录所以而且非常感恩。在记者会上，黄伟泰也亲自颁发感谢状，予西班牙商务办事处感谢西班牙马德里海事博物馆出借200当前西班牙绘制爱摩沙岛荷兰港口图。黄伟泰讲，这个地图所谓是200当前的台港地图，对台南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记录。文化局嘛说明，台港5万的演出地点是伫咧台南市综合农产品批发市场，地点位伫咧13店，旧时为台港拓垦的核心地带，也是安南区民众生活采买主要场域。现场将会搭起新的宾馆，并会依照鼓励供应台港27庄头各大庙神尊前来看戏，展现见证结社天定神佑临安基的精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有时间又合作冰冻间，在疾病初期会出现肩关节发炎情形，接续下来会产生关节囊纤维化以及粘连，最后会造成肩关节活动受到阻碍、痛痛等症状。不管是伫咧生活还是工作各方面，拢造成不便。现代病院复健部主治医师徐玲杰就来分享有时间初期的治疗方式以及后续复健的重点。治疗方式主要我们就是会教导病人去做一些被动的关节运动，以及主动的一些关节运动的部分。那被动的关节运动呢，就是教病人如何把我们的肩膀活动度，把我们肩膀的这个关节囊拉开，让活动度变得更好。而这个主动的关节运动主要就是训练我们肩关节的一些肌肉的力量。可以找一面这个墙，或者是说找一个门框，手撑住这个门框之后，身体稍微往前动。那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前方这个关节囊把它拉开来，把前方关节囊拉开来，也就可以增加我们往后旋转的角度。那第三个其实是可以搭配类似像这种弹力带那这种弹力带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把你有50天的那只手放在下面，另外一只手在上面。然后呢，像这样子往上做这个拉的动作，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前方关节稍微拉开来，这样的一个姿势就可以让我们内旋的角度也变好，所以可以借由这个简单这个3个动作呢，就把我们的这个肩关节的这些活动度让它能够这个增加。医师指出，在治疗上需要考虑有时间是伫倒一个时期，因为无同时期有无同治疗方式。在初期痛痛明显，会当采用消炎止痛药加上关节内注射类固醇为主，并维持适当休困，以及搭配肩关节钟摆运动。中期要注重关节活动度物理治疗，搭配居家运动，让关节活动度增加。若是活动的角度伫运动后无进展，会当考虑使用关节囊注射扩张术。若是保守治疗一旦无效果，会转介骨科进行开刀手术治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糕饼工会创会77周年，甲台南市政府合作出版新册，一节50间具有特色的糕饼伴手礼名店，日前特别办理新册发表会，并由糕饼工会理事长把册送予市长黄伟泰。在台南，我们已经是全国旅宿住宿率全国第一名了。那有这么好、这么高的住宿率，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台南，我们当然要推荐台南的好吃好玩的部分，避免大家踩到雷。我们觉得其实这50家我们是可以挂脖颈的，所以说希望大家来台南都能够吃吃喝喝、逛逛买买，但是吃喝逛逛买买之余，能够按着这个地图走。这本册会整侪台南糕饼伴手礼名店，伫册中还有 QR code， 除了让民众欣赏店家的装潢影片，同时让民众更亲自了解每一间名店的产品特色，甲背后的精彩故事。出这本册的用意是讲要提升咱这台南的这观光，甲咱这产品会当互人来咱台南，知咱有啥物产品会当买。发表会现场也来了侪糕饼店家，拢展示出招牌伴手礼。台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台南作为美食之都，其中糕饼上为出名，
感谢业者伫传统甲创新之间持续进步，互台南的糕饼伴手礼伫国际发扬光大。台南新闻杨胜怀采访报道。纯白色的校门高大壮观，因为左营永清国小位在左营大路的最南端，高大的校门也兼具左营的入口意象。进入校门之后，更是令人惊喜，道路两旁种有茂密的大榕树，枝叶交织，形成美丽的绿色隧道。学生还为隧道取了一个很梦幻的名字。那这是民国85年。我们孩子跟家长一起命名的吴建新小朋友说的绿色的梦，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这100公尺的绿色隧道非常美，对，就变成学校的一个特色传统。对于里内国小有这么一条美丽的绿色隧道，自助里里长也广为宣传，作为里内小旅行的景点之一，也认为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很幸福，能够享受这样难得的绿意。校方也在一旁的围墙上漆上一些诗词，让学生可以顺便阅读。有一些我们的台语呀，有一些传统的俚语呀，那么或者是星象图啦，那这些东西也可以借由这种进教呢，放到孩子的脑海中，然后亲子互相对话、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在我们刚刚在这个徒步的当中，在几分钟当中，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松鼠，然后还有猴子，所以表示说在这边是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个自然生态。不过，在永清国小的校门口有一块杂乱的空地，稍稍破坏了校园景观。这块空地前原本是一座地下道的出入口，地下道废弃填平之后，出入口也被拆除，才让这一块空地露了出来。校方正在规划要如何处理。有一半是学校的地，对。那另外一半的话，就是大概是旁边，大概是社区的地，对，如果说可以的话，有一些资源挹注进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美美的一些草皮啦，或者是一些很美的绿地。得知学校有这么一块空地需要整理，自助里里长表示会协助学校向教育局反映，争取经费，将空地整理一下，再购买一些花草或矮灌木点缀一下，让校园更美丽。因为目前上面都是土，所以风一来的话就会尘土飞扬。那我们这边呢，里办这边也会协助学校来跟这个教育局争取一些经费，可以把这边做绿化，让这个人行道看起来更加美观。左营自助里内的学校不多，只有永清国小和海星工商。里长很热心的协助学校推广校务，敦亲睦邻。除了能够让里内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之外，也能够让学校美丽的校景成为里内一大观光亮点，为自助里增添不少话题。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